中华关怀文教基金会伫咧休热期间举办台语广播营，先爱训练台语正音，还佫学台语的声情，落尾落去落广播。参加的民众也拢讲，这真趣味。民众坐伫录音室，用台语小解家己，体验录广播节目。这是关怀文教基金会举办的台语广播营，互民众讲台语，可当学广播的技巧。老师有甲我讲，就是若是咧想要做一个学广播的人，莫就是讲话的时阵莫有会使，安尼可能人听起来就是较毋好。即个电台的即个广播吼，对阮来讲吼是一个足神奇的迄个经验，嘛感觉足趣味的安尼。2天的广播营活动，小解广播的发展历史、录音的设备，过来就是台语的价值、声音大小参数度，上重要的是声音表情的掌握。喜怒哀乐，吼，伊拢有无共的声调，你就爱，咱就做一个优秀的广播人员，你需要配合即个情绪来发声。即个广播营主要是咧教小朋友，其实广播加台语。咧结合，就是互因平常时就会开讲啊，会讲话啊，会伫咧厝甲爸爸妈妈讲话，所以阮举办即个亲子的广播营，就是互因用台语落去讲话。关怀文教基金会表示，台语广播营已经办10多档，因嘛发现用这种浸水式的教学，囡仔人会真自然开嘴讲台语。最近这几档嘛开始有外县市的家庭特别来中华参加，可见民众对母语活动愈来愈重视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